大家好。我即马来分享一个物件吼，因为拍开迄个年字啊哈，一年烫天，你逐工拢会写一寡物件，这上尾互你看。但是遮有一个最重要物件，就是行人，啥物？行人袂伫好尾，行诶，人袂伫好尾啦。哎呀，行诶。人袂伫好尾，辛丑年6月19，午时赶过，花墙面地久。十念大家会出万倍新妇。嘿啊，有大家有新妇。安尼为啥物呢？你看哦，结婚丈人当着元首竞赛。当拄元首竞赛啦，搁讲一下吼。十念大家会出万倍新妇，结婚丈人当拄元首竞赛。就是讲吼，十念大家啊，十念，哎哟，一直咧十念的大家，哎呀，一定会出一个万倍新妇啊！万倍的新妇，就是伊安怎讲拢讲袂听啦。嘿啊，因为你拢十念，逐工拢十念，伊较惯势啊。但是呢，结婚丈人哦，你啥物拢讲结婚，啥物人结婚？有一工吼，你就会安怎？哎哟，查某囝长好，长拄嫁互迄种，哎哟，会结元寿的哦，吼，你会结婚，安尼伊个元寿就是伊就拄啊好，就是你个性的啥物所在，就是哎哟，互你拄着啊吼。逐工两个人混来混去，可能你就真罕你看着恁查某囝哦，结婚丈人当拄元首竞赛，嘿，因为本来有顶一句啦，过来我家己加后一句诶，这是一个对小对的关系，嘿，十念万倍，结婚元首就是你迄个啥物安怎拄好，就互你元首着啊吼，顶世人啊，伊是你的啥物元首人，只人变你竞赛啦。这是我家己，行诶人袂伫好尾啊！过来咧，做牛着拖，做人着磨，安尼是啥物呢？就是讲一寡做人诶道理啦，吼。做人道理就是你看，做牛爱拖啥物？拖啥物？做田诶工具啊。但是做人诶时阵着爱磨，因为人甲人之间，因为你伫做工课，一定会拄着别人嘛。你诶个性袂合，着爱磨做伙啊。做人咧，过来咧，做人着有一寡道理啊。因为做人爱安怎样，迄是做人诶道理。就是做人人情，甲亲情，拢有一寡道理哦。你本来生出来诶时阵，你着会有一寡亲情。你啥物亲情是你甲你生出来诶遐亲情咧？就是恁阿爸甲阿母啦，阿爸甲阿母因是安怎做亲情来诶。所以讲做情着牵。啥物叫做正？就是媒人婆啊，是伊朋友啊，帮恁斗相共，甲两边牵起来诶时阵，毋通安尼牵着好，我媒人诶任务结束啦，摕要走去，毋是做正着牵，你得甲两边牵做伙，两边爸母爱熟悉一个，你着你诶牵绳吼。过来就是做正着知，做啥物？做情啊，歹势。第一个是做正着牵，做情着知，情甲正无共款。人情，啥物做人情？我甲这钱借互你，甲你做一下人情，有需要无？甲你买一下鞋啊，甲你做一下人情，有需要无？迄有需要无？人就是哎哟，我遮就是无人咧买，哎哟，你甲我做一下人情，干多谢你呢？因为你知影无人通买，你买一下鞋啊，结果咧，哎哟，你鞋啊足水诶，逐个拢要买啦，伊生意就好起来啊！你甲伊做一下人情。足需要诶，所以讲做正着牵，做情着知。好，我甲你4句要读一下哦，因为后面2句是我家己写诶。好，迄2句是伫后尾看伫斗正2句，做牛着拖，做人着磨。过来咧，做正着牵，做情着知。好，先录到遮吼。这就是我全部。家己去好尾诶时阵，伫落去看着这。我感觉足欢喜诶，就出了甲顶联，安尼后联就甲伊写出来啊。好，先到遮哦，再见，拜拜。